自2022年疫情趋缓，市长奖恢复实体办法以来，台南市政府首创市长杯礼盒活动，鼓励学生透过创意摄影留下珍贵的毕业纪念。不仅展现台南市对着教育重视和创新，也为囡仔学习生涯添上别具意义的一笔。因为提也勉励学生，未来人生旅途当中，将面对偌侪挑战和竞争，你这历练，更是成长不可欠缺一部分。2022年那个时候，疫情开始解封，市长奖颁奖又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就开始来用这个陪你拍的方式但是所以说同学，您这个将来会面临很多挑战，也会面临很多竞争。这个挑战竞争都是人生上所必要的，但是因为各位同学是最优秀的，所以不仅家人对你有信心，师长对你有信心，市长对你也很有信心。因此呢，各位同学一定能面对挑战，克服难关。市长杯礼盒第5场活动伫咧新营国小场场，学生发挥创意，有人表演一字马，有人摕着麦克风，有人摕着三叉戟、反曲弓、小提琴等道具，甲市长合影，留下青春的记忆。请市长拿着小提琴，然后跟我合照。对。我要把这个对着他写。跟市长做什么动作？很帅的动作，很帅。教育表示，市长奖涵盖游学、语言、科技、艺术、体育、家庭甲日职等7大类。自2002年度起，创新推出市长杯礼盒活动，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创意，甲市长合影，留下独有的青春回忆。具有创意合影，还有机会登上市长的社群平台，鼓励毕业生勇敢展现自信甲活力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